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6月22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第9篇第9节到20节。撒母耳记上卷18章第1节到第4节。路加福音21章25节到28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的拯救。大卫出现成做以色列国的拯救，当作是啦吼。也因此，咱讲到上帝的拯救的时阵，透过耶稣基督，或者是讲伫福音书罗马帝国统治的时期，人所期待的拯救，拢会提到着大卫的子孙。伫这个衰败、领袖离开上帝旨意的国度甲时代，人总是期待着有上帝的拯救来出现，因为靠人的能力已经无法度来赢过。约拿单明白大卫是上帝所拣选的，伊疼痛大卫亲像家己，因两个真心来彼此相疼。安尼心智成做上帝要拯救以色列真重要的一个因素。伫撒母耳上卷18章第1节到第4节的经文，安尼记载讲大卫甲扫罗的话讲煞，约拿单甲大卫心结3年，约拿单疼伊亲像疼家己的性命。对迄日开始，扫罗甲大卫留伫身边，无互伊倒放伊伫因的老爸的厝。约拿单甲大卫两个人结约，因为约拿单疼大卫亲像家己的性命。约拿单脱伊的外衫互大卫，佮将军服、镰刀、弓、腰带嘛拢互伊。约拿单甲伊的老爸无共款，亲像非常清楚上帝的旨意，将家己所有的拢送互大卫，将军服啦，以及所有遮的武器拢互大卫。事实上，当大卫打败强敌歌利亚的时阵，嘛拢无穿这个军服，嘛无有兵器，就亲像大卫伊所讲的，伊所倚靠的是上帝的同在。上帝赏赐予世间人的拯救，是透过伊的同在。伫圣经甲咱讲，以马内利是非常重要的祝福。耶稣基督的名就是以马内利，是上帝将赏赐世间人的拯救。约翰福音甲咱讲，叫一切相信伊的人，未得到灭亡，会反转得到永生。路加福音21章25节到28节，安尼讲着：迄时日月星辰会显出兆头，地上万民会因为海涌哗吼惊吓不安。人会因为这个世间底要发生的代志，惊甲昏去，因为天顶的光拢会摇转。迄时人会看见人子充满权能甲大阳光，坐云来临。这个代志伫要发生的时，恁着仰头挺身，因为恁的拯救伫要到啊！苦难临到的时阵，无需要惊吓，因为有上帝的拯救也将要赏赐予咱。真主已经出现了，咱世间人只需要愿意来接受伊
就要得到拯救。因为圣经甲咱讲，上帝透过人子耶稣基督所享受的救恩，已经临到伫这个世间。世间人只要亲像保罗伊所讲的，咱心内相信，嘴承认，就要得到救。诗篇第9篇第9节到20节，上主是受压迫的人的要塞，是因患难的时的避难所。捌你的名的人会倚靠你，因为上主你毋捌弃杀找求你的人。着称赞伫锡安做王的上主，将伊的作为保养伫万民的中间。因为伊袂话记得困苦的人，为着人伸冤的上帝会听因的哀求。上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你有对死亡的门救我出来。求你监察怨恨我的人安怎地苦楚我，互我通讲起你一切通娱乐的代志。我要伫锡安的城门，为着你的拯救欢呼。列邦绊倒，家己锁骨会陷坑，因的骹甜伫因秘密所张的罗网。上主已经显明家己施行审判，歹人互家己的手所做甜着，歹人拢会落淫妇，毋认上帝的列邦嘛会安尼。善者人一定袂永远互上帝袂记得，困苦的人望一定袂永远无去。上主啊，求你起来，毋通互人较赢。求你互列邦伫你的面前受审判。上主啊，求你互因惊吓，互列邦知家己不过是会死的人尔尔。感谢上帝享受拯救，透过耶稣基督甲阮三甲同在。伫阮拄着困难的时，真做阮的拯救，互阮会通倚靠主耶稣基督来得胜。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